江門生態園紫花風鈴木，交通沒有公共車到達，需要自駕或叫車先到達。生態公園入口處已有節日嘅氣氛，門口有小食供應，但沒有餐廳。木瓜非常之靚，由當地農民種植，需要買門票人民幣48元蚊一位，75歲免費。江門生態園主要位於江海區長隆生態園，冬季紫風鈴木花海聞名，慢慢欣賞下啲花海，聽一首由拉創作嘅歌曲。風鈴飛，花瓣抱片片，香日滿心田，陽光洗金殿，蝴蝶繞指尖，微風送青天，沉醉這瞬間，風鈴輕響腰耳邊，花影搖藝舞片絲，生靈教用自然間，此刻前即經千言。放個綠珠，醉花瓣彩蝶起花間，暗香凝就間，歲月靜如詩，雲影映湖面，漣漪泛圈圈，時光停在此，永恆的畫面，風鈴輕響腰耳邊，花影搖藝舞片絲，生靈教用自然間，此刻前聲千言，無飾演田邊，歸地略勒臨啲，如雲隨風散，如雲在心間，風鈴輕響腰耳邊，花影搖藝舞片絲，生靈教用自然間，此刻前清聲千言。聽完音樂好好欣賞美景。12月中報1月中秋活冬季初期時間開花，進入綠美生態園，又有如進入粉紅世界。這裡紫花風鈴木常盛開的粉紅色花球，由於山區交通發展不太好，只有一個241鄉道連接到園區北門，停車場非常之簡，留喺山邊附近，在這裡拍攝花海非常之靚。行程差唔多需要坐車回珠海，多謝觀看，歡迎免費加入我頻道，下次再見。